講咗咧，教育局就有一個叫做問責與發展嘅架構，咁出咗嚟咧就舊年 present 過呢個我又唔係樣樣都彈教育局嘅，我認為佢今次個 presentation 係比以前好大進步。佢有個7個彩虹啊，又叫你嘅數據為本啊，我唔詳細講，你哋個個都應該聽過嘅。但係我跟住想大家將個問題將佢簡單啲去講。究竟呢個發展與問責架構有3大板塊，係邊3大呢？咁我就當大家而家喺個腦裏邊，即係唔好睇 PowerPoint 啦，咁自己諗下。為咗時間起見，我講個答案。3大板塊係咩呢？就係學校自評。自評嘅基礎係一個叫 PIE 嘅 cycle。你最後呢講乜都假，你要做3個文件。一個叫做學校發展計劃，學校發展計劃裏邊其實係一個3年計劃加一個3年回顧，呢個係第一個文件你要做嘅。第二個叫做呢個年度嘅計劃 annual plan， 第3個就係年度嘅報告。咁呢個呢3個文件同埋咁頭先講嘅內容呢，構成第一個板塊。咁啊，第二個板塊係咩呢？第二個板塊就係年年都要做嘅，不過你做咗之後都唔知點用或者冇用過嘅，就叫做有25個 KPM， 你要收集啲數據，要上報嘅。你年年都報咗嘅喎，你有冇用過嗰年年上繳上報嗰啲數據呢？你有冇留意呢25個 KPM 係可以將佢歸納為4大範疇，而呢4大範疇就講出嚟，你好熟悉嘅。呢4大範疇就叫做組織與管理、教與學、校風及支援同埋學生表現。25個係可以歸咗有呢4類嘅。不過你可能你報完嗰25個 KPM， 你都唔會將佢歸類，更加唔會去寫報告，因為佢要你寫報告㗎嘛。但你年年報嘅話，你仲要花好大氣力去收集資料嘅喎，你有冇用過佢呢？第三個板塊，失驚無神會有個叫 ESR， 又失驚無神有個叫做 Focus Inspection， 嗰啲係分科或者分題目嘅。突然間睇下你國民教育做成點，最近就出咗啦。通常得嗰幾句啦，唱國歌好細聲，啲課程冇系統咁。咁跟住咧，今年有2間學校就駁嘴咧，就話唔係啊，我哋都好認識嘅咁樣，即係諸如此類啦咁樣。3大板塊，但係第3板塊好奇怪喎，個 ESR report 係根據咩嚟寫嘅咧？唔係根據你個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寫嘅喎，主要唔係根據你3個 major concern 去寫嘅喎。個 ESR report 咧係根據頭先我講嘅4大範疇去寫嘅喎。但你4大範疇，你又冇寫過報告嘅喎，原來。但你係年年要交數據嘅。咁究竟點解呢3組嘢好似有啲嘢咧，應該好密切關係㗎？因為我正話講到好密切關係喎。25個 KPM 嘅數據咧就可以歸納為4大範疇，4大範疇就 address 個 ESR， 跟住你就要講個3個文件。咁點解會好似甩得地嘅咧？之間啲關係？咁我哋今次嚟幫學校咧，就想解決呢3者嘅關係。